由皇家、爱德家以及大型幼儿园的小朋友，再来鼓水活泼的表演，为大台南贯穿文化美食节活动加开序幕。开幕第一天，市长黄伟哲也专工前来同乐，并颁发感谢状，和参与表演的幼儿园。谢谢大家来到眷村文化节的参就拄则梁咱的胡总会长讲的吼，咱这是有种有意义的吼，有眷村风味的一个购物节吼，欢迎大家一起来，能够这几能刚吃到饱饱，抽到手软吼，也当抽大奖，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，欢迎大家来。南区区长萧秀华表示，这场活动不只有乐团表演、魔术秀、火舞秀以及唐氏宝宝公益表演等，还有一口气表的促销活动。另外，对着年会采购需求者，建议会当前往台南大同商圈，因为该商圈以贯村美食闻名，同时也是全台第一个科技友善商圈，会当利用行动支付，提供更加丰富便利的购物选择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